新年到啦，成日都講愛你老子，咁其實我哋點樣先可以旺自己呢？好簡單，首先如果你係想要呢個，咁無論男同女，我哋都要守住自己嘅氣血，避免一啲亂七八糟嘅氣入侵到我哋自己嘅氣場入邊，精氣神一亂，有運都留唔住。第二呢，就係你可以捱夜，但係唔可以內耗，你可以鬧人，但係千祈唔好怪自己。一句話就係你可以向外發洩，但係千祈唔好向內委屈自己。第三，嚟到九紫離火運啦，就係靚嘅嘢特別暢旺，所以新年一定要好好獎勵自己，買一件喺購物車好耐都未埋單，而且特別想擁有嘅一件嘢。同時新年要好好打扮自己，一定要以最好嘅狀態去迎接丙午年嘅到嚟。第四，2月4號之後呢，就要好好打掃屋企嘅衛生啦，清理過去一年嘅垃圾同埋過期嘅食品，將9個位置佈置好，迎接新年嘅氣運到嚟。如果以上嘅4點都做到嘅話，你話2026年你唔旺，仲有邊個旺啊？記得點讚關注哦。